年的国中会考定伫个5月16、17两天，考场遵守3开的原则，开门、开窗、开冷气。所有的考生拢爱挂喙罨。今年嘛，第一届禁止家长陪考。爱开冷气，搁爱开门，搁爱开窗啊！国中会考做好考场防疫。今年考生拢总爱挂喙罨考试，一定爱通风。爸爸妈妈是免个陪考的，只有信心障碍考生的家长会使申请陪考。这考场该由各校学生组成考场服务队，考试中昼食饭统一订便当，或者是爸爸妈妈伫考场外等候区等考生外出用餐。台北市教育局也有特别送考生一个毕业礼物3合1的假饭。考生考场食饭有防疫盾牌，避免乱手传染。只是若破病发烧啊，要安怎？如果你有发烧，或是有一些呼吸道的症状，这些临时的状况，那经过研判，我们必须送到这个应变的考场。那么一个考场都是有准备时间。若是无拄好这考试的日子，煞去拄着期间隔离或者是检疫咧，该到5月30到31补考。23档的认真拍拼，才袂扣疫情三线出局。